挨着都是流浪者，因为流浪，故所坚强；因为冇土地，故所到来位就是故乡。生命就像春蚕，要经过磨难，才能够绽放光芒。每摆嘅機會都要堅持，每隻嘅機會都係希望。就算流血，也要忍耐，安慰他日終須長，甘苦來時愛強爽。蒙蒙天啊，风尘打滚心茫通，凝聚冲，藕断丝连繁华落，恩怨了，眼前凶相，眼成凶数。亚瑟蒙公，亚瑟雄公，天地间，共相梦。那个按有输啦，弄人家去干大。阿令峰哦，一听喊他有输啦。有妹啊，莫叫的啦，阮叫他心都烦的呢。你先转去啦。俺娘咁做，俺唔知俺娘把落去小姐讲啊。朱老师讲咩？这个人看蛮多啊。你就讲阿令峰。林峰。哎呦！讲我想讲的就係叫我實在過分，乜嘢講我出咗事嘢咁做出，難處冇好。林峰啊，你看幽灵哦，一听我就亲爱啊。翻吧。林峰，你放心啊，你放心，你放心。有聲係嚇，你要合中過來咯。老師，好啲啦，拄到下短數，希望你係住考唔到捱。很飛，捱都唔短啦。來日屯壽飯機啊，做成年。按杜學啊，飲都有就睇我唔啊。好人要上招，希望千條命都冇，咁車。安子誰？安子誰？都好鬼緊要，唉，咁車。有妹。使用的啦，冇事哦。好啊，坐定。我反而冇事好嘞，全通宵哦，就抵廿事嘞哦。我硬等你，他记得要讲嘅有嘅冇嘅哦，那终究事情好嘞啊。娘干啥喏？还一年，娘还做人呐？啊？有哪一副嘅人家还敢讨人喏？都係起碼嘅有嘅冇嘅啊，我欠我。我講唔出來啊，睇拜堂嘞。連就講唔出咯，佢聽說真是他唔得好。喲。
你喊你个穷人无有无见嘅用嘅哦。人家喺讲啊，又咩讲？有乜嘅好欠的呀？我做得冇欠哦，啊？14哦，阿妹就过身嘞。我拖你嘅时间比阿妹还久，但是老女当初系我自家穷人呢。系你安尼讲，我做得冇欠哦。也有嘅安撫，你让我家痛啊！有人那有冇付嘅啦，干嘛痛？啊，你是爱死还是没事啦？哎呦，我都按用钱啊！那有聪明个谁阿姐？因为说下去，就是嗰种空空的。你没有你冇事嘞啊，都是当然系苦嘅啊。那去做点嘅东西啦。条街迄点啊，你很死嘞，是不是啊？会较好点诶。朱信，你去同人家讲，还想要同你请他吃饭？那去老给讲。唔咩啊，山乡嘅人地水深。有树也条河吧，林芳啊，你死到哪去了？哦，难巴到上好嘅人哦，怎会要动人条？冇想到还要救人呢。挨住喺套山乡嘅什么呀？挨嘅头男咩行财嘿？也不用，上好嘅人啊。係啊，又啊，我同阿強樣討一啲嘛，挨咗都係阿本樣去講錢咯。唔是啊，唔是啊。另外，阿爸娘誒，條家老幾扣嘅咯，係險人提嘅重點嘅，見一下佢連飯都唔肯食。啊，錯啦，我叔叔係轉去睇小姐係點一點嗌嘅。等，你媽，等，抹個花就講得。要林房嘅事情啊，就冇講俾你知哦，你冇？阿芬爸，迄冇講，咪驚阿爸唔會死咯。我真有理呀，就是今日想講嘅呀，講個冇變過數廿命，我人講，將手啊也冇hết，我好社會，其他事情也會啊，唔是有理。阿爸，我打算錯啦，阿爸唔講嘅錯啦。林芳啊，捱命啊，唔好留下來了。我以為你結拜啊，到廟裏飯家啊做同事，我也可以前佢，唔將手啊聽我行好嘅啦。我相信啊，以我兩手糾纏啊，佢一定不輸了你啦。山鄉啊，嗰日啊，我比較較辛苦，但係我相信啊，也香港嘅啊，一天唔敢潮到幾起張錯啦。那真是林房太貴你咯，真係要把好的我都冇你講，輸唔起啦。你唔知啦，林房啊，我細細嘅過太過看到太嘅，對我來重用啦。感謝。爸，但啲人哋去邊嗌好？
我也唔想我嘅条条日日讲嘢，我去tìm條架，我去求條架，申請嘅啦講法。林峰啊，莫做嘢啦，條架嘿嘿，還會判一次。娘哋全將去林峰走，佢睇書只係兩個身咯。人哪有乜嘅咯？鄉下姐話。啊？鄉下姐。我哋啊，林峰係你搖擔當嘅後生嘅，佢唔會為咗保命啊嚟輔導講數字。但係啊，連林峰嘅命都冇嘅，唔係講數字按樣格神，仲超哦，連大叔停喺鄉下行咯。錯噶。用妹啊，唔再喺度講數字講，見別安步啊，我只會帶林峰走。哦。佢係有事嘛，就來請我下的。係冇事，當然啦，也唔好挑為難佢啦。佢係有意思嘅踩踏，我天窗唔會為難佢。小姐到底做㗎？对了，我师傅，今天也是啊。你现在哈，要一下张转来了，你是做谁啊？忙啊，主席，你喊我去睇小姐嘅片。今日都堂下吃饭啦。啊？喏，叫你去啊。哦。等一下冇喊睇咯，我等會知。同好咧，條家。哪邊幫我？哦。放鬆吧。阿爸咧，邊個喺度？有冇幾痛啊？很凶啊！你唔好啦。你也了解我多了哈，無所愛講啊，人的妒忌的時間，頭腦係最清醒的，最了解做得吃飽係一件當創業嘅事情。再來就好，相同就好。又係相同嘅啊！但總唔能講都是。我吃飽真有你老李房，種田開水，跟嗰度先有誒。古總啊，吃飽當做嘅。你係反白嘅意思啊？阿爸，哪用功很好。你冇事嘞？我講你冇事嘞？那林彤，你就講來錄到，你看你係唔攀的，本來我是啊。你想去做乜嘅？你就本來去做啦，冇動啊。面啲人咁想，鬧做你欺負嘛？林風吹，那迄個不妙。林風死，那就會死老公一命。
还想要做嘛嘅，你就本来去做啦，莫动啊！面对人动啥？哪做你欺负嘛？林风吹，那迄个不妙。林风死，那就会死老公的嘢。你遐想爱就莫开爱。哦，你老林王公生也做得，该没有抗议，娘有按娘，不可以按家嘛。手机是到了，带走检某业。下土皮拢要变高地啊！你喺我走以前，佢也叫我林峰嘅阿段叔交本嚟嘅。佢講，你看了，就啲做乜嘅佢天初愛對林峰走。佢喺度同我講，佢講嗰個話比人命還重要。喺外爸唔係。佢天初會跑跑送命嘅，睇小姐，跟你一樣咁散哦。人家雖然天初會停定嘅，就算都係天賦，係咪會停佢？該當外來就外來咩？我也同講過誒，唔上下嘛企到講手機嘅片，太見面看啊，看天空吧嘅意思啦，也唔是10萬多啦，哦。人出世啊，娘做親誒，很nhà嘅啊，缺nhà嘅，很咩nhà嘅啊，唔是去講求，對冇？係啦。唔係講好目標嘅嚇。睇小姐，你走得了，經過你嘅恩人來過，我啥服侍你。下擺你聽說會讀到，唔做得通心嘅嘢，都用心去聽。書店做紀念，我唔得，睇小姐，你聽我話，按規種嘅東西，還係對人較好。林風吹，人驚，睇小姐，你真最愛，我係用講嘅。阿漢呢？你哋未充電，我冇充氣。好啊，那個中隊看有冇樹林。睇小姐，唔係我啊，唔係我，真係唔係我啊！唔敢講出去，對不起，救命啊！睇小姐，好啊，
姐姐，你要保佑我，一定要平安哦。哎呦，你莫表安尼管定记咩？哎呦，迄调解医生又做怎样啊？哈啊！人家迄琵琶滚有个太小子呢，你安尼管定记？哎呦，那讲了做嘛噶？我要注意唔得啊，莫人为难我呐。哎，我弟哦，也系调解嘅意思啦。嗯。不过，莫表本期点咪错冇啊？佢哦要唔回嚟呀？你就留佢梳条啊，拿下来，安尼就好了呀。嘛个梳条啊，做唔得，做唔得，做唔得。迄边弟哦，我条路住，莫开呀。睇睇先啊，送咗耐哦。人哋叫走啦。好。冇，那先去高去啊，都嗰邊實接唔啦。嗯。好啦。喂，好係下來啊！唔過係去啦，我冇記咗唔得。食物唔間嘅啦，我哋家種，我本唔夾嘅。一個人吃到少啊，我咩冇法嚟啊！這。個半年看到啊，你就做唔得啦，啊？要唔係把你見到？好啦，我啲嘢啦，佢哋去啦，啊？公文，公文，你放我！公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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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这样。不要说，不要说，公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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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设计图转移，让他前对此大西方红八度。林峰，不要说，公文，不要说，公文，林峰，不要说，阿爸，阿爸。
公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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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设计涂转印，让他签对字，大西方欧巴多。林峰，标速，公文，标速，公文，林峰，标速，公文，发梦哎！林峰，有嘅喏。前輩講了，大概唔好再過得嚟啦。唔怕啦，聽媽講，確定下，確定下，好。有人來，等下，看看這那張過去哪？阿漢啊，林峰，亞飛啊，林峰。公文，真係來。真係來。阿漢，我勞煩，我係照顧阿芬吧。因為你俾同弟啊，我困得你家掉。你爸，这帮子里好好过日子的。哎呀，好啦，林芳啊，好行了，好，你自己去顧好。好。恭喜啊！哎呀，对。阿文，行安橋嘅路，硬腳當船當通呵。人行得行安嘢嘅路，都少個船啊！你看，這咁嘅戲，講小姐啊，山行嘅嘢咧是較快過我，實嚟做嘅唔比在做步卡，係講。他會過唔關咯。講會太小隻吼，他會唔關啦。但係兩行人係唔解嘅，就冇話佢關唔關咧。錯啦，總講一句啊，兩公婆係相像啊，嘛給你哋嘛過得，嗬。喲，喊一堆市長會多喎，行掉啊！阿媽，來，嚟辦啦。唔係啦，問候呢。無愛，家唔掂乜人講，只係誤解人，係誤解人哦，佢就會談誤解男人嘅話。來，上來。
呀！到嘞。也见了的呀，老大呀又爱用，也哈无人吃的，也就做참事，喺度有，嗬。也了的呀，又看老手头的，等下人哋冰冰啊，嗬。我先來尋下佢結拜嘅，連阿妹同我做，好，哦，安子姐啊，段叔，安子姐，冇講嚟講，你係咪咪可能？好。有水人落落，等陣就嚟喺住學啊！好。哦，冇，你這邊可以啊？嗯，好。有兩個這東西，做事就唔是小人呢。嗯。哎，阿媽，有這邊可啦。好啊。你料的哦，馬家豬油的，槍係無火油天天，可唔怕？我哋髒髒臭臭啊，以後掠就會安尼木嘅。嗯。嗯。唔是驚，老粗啊，你哋啊。真來啊！係啊，又來聽書啦？唔是啦，唔是啦，阿勇嘅事啊，我來做就好。你喺書啊，我未學做。你喺書我學做，我喺書做唔會啊。我哦做廚師幹嘅，冇強樣啊。你看，你喺書啊，按拍又按腰嘅。就係冇做事就會按腰啦。按嘅書現在開啊？當橋呢？這邊個高一點啊，有一條鹹水，鹹嘢啦，你唔是講冇水好食咧。為什麼？會的，你奈老爺咧。佢哋講歡迎走，唔會講客話。喺講唐詩咧，就夾走，唔敢。走！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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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出來！喺講唐詩咧，
就强走，不干。上！不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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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！出来！阿哥，你们待着。时间还没那么紧，每人要讲大的话。我们记得俺忙你了，忙你了。冇嘛事情。哎，梁子呀，莫赌阿斗，赚的太马身上好。小叫，一两公婆吼，我当熟识啦。经过带到呀，将罗教多照顾下。照顾埋，神空唔好看你。好的了。阿唐叔啊，几条头？冇买啦，今日早上大人啦，冇咩快事啦，下下天天唔會尿啦。哦，哎，阿唐叔啊，你阿位係？係啊，佢做我上司嘅啦，我都熟練啦。佢係漢人樓飯機啊，負責交通嘅同事。哦，家下幾度低頭嘅後生嘅啊，做起夾拉，我都少叫啦。夾拉嘅啊？讓佢看唔出來嗬，難怪叫佢講客話啦。唔好講挨拉啦，挨嘅事情啊，唔當要人講，你就好好待啊。啊，看乜嘢嗬？我煎撈菜。係啦，聽講呢度，我哋會送到米糧過來。誒，我哋會嗌料，入附近呢啲有乜嘅事要總唔講。我知。誒，上次啊，啲葱咧見一下樣啦。多謝，葱嘅。好，嚟，嚟，又係葱子。上次啦，什麼？唉，挨到個面嗬，一隔壁撞嘅撞主任又陳主任啊，撞咩人嚟打來打去，挨時候嗬，都是莫打到我撞康來，一下有一兩機啊，係看唔開社會啦。辦上嚟啊，三行人按亂。幫上嚟較刺眼啦！做生做死開出來嘅錢哦，講標就標哦，嚟我攀登。凊彩啦，我冇事，我就對啊，相同啊哈，我就辦上嚟。好，啱了，我走了。好啦，好，順行哦，順行。阿唐叔，來啊！哎呀，哦，一份好上哦，上啊，有，還有啊，有，來，什麼？唔係，吃啊，來，喲，連房啊，係，你招冇事咯，我唔會招啦，睇下你花，我就中貓了嚇。冇問題，搶用，來。阿唐叔，阿祖學門前欺負啦，玉郎郎唔招大事啦。哪有乜嘅上緊咯？識招啊，哪係乜幫得嚇？阿唐叔，迄小同事來嘅小狗，怎麼會留山海人橋下？神奇哦，讓我看人嘅來嘅，我走到山後呀。小狗啊，佢嘅命啊，老一般人啊冇窮樣，一狩獵啊，老捱窮樣啊，喺度嘅飯機啊，做生意嘅，一狩獵啊，味道啊，愛老飯沙吼陳高，就將佢出下來啊，老馬拉好嘅來，求穩來上，一夜穩啊，就穩咗7-8年咯，忙啲。一狩獵啦，土味生人殺死佢。馬拉後啊，是啊，冇怪佢，點到啊，一狩獵啦，出家心肝打唔開，就結
天啊，老小叫啊，留到神行。一小烈啊，为到爱还马拉好嘅恩情啊，佢出家就去赶赴要求，讲爱做反杀嘅同事，做安尼，佢一下唔看到嘅小叫啊，就变得安尼。有安尼事情啊？听阿丹说，小叫虽然去开你，但也知道佢比上好唔讲较老嘅奶奶。小叫啊，佢知道啊，做汉人一件事哦。认真啊，佢看到汉人啊，係样嘅拐骗神行嘅人。他家人啊，主流都讲哦，神行嘅人好斗好痴，共当讲啊。神行嘅人啊，较老实咯，但係啊，是冇惹到佢哦，唔係惹到佢啊，佢會同拼命哦。是咁啦，阿萬啊，唔是洗碗刀呐，惹廉房嘅啊，味道呐，佢啊連土匪都唔驚嘅，有佢照顧呐，難受萬嘅咯嚇。來啦，阿萬，嚟見下短叔。哦，來，廉房啊，來到神行就會學得來啊嚇。唔是啦，用茶台就強樣啊。來。嘿，阿萬，廉房啊。哦，短叔，來啊！來，有事嚟用誒，先拿啲啦。哦，重哦，很重咧，麻煩你哋拿過來哦。唔係生意，散得啊，冇乜嘅漢人，係搞聽得來咩？有乜嘅事要裝落喺條尖牙度，按住先哦。阿丹叔，哎呀，就因為散啊。也唔省錢啊，條嘢啊，捐課就本也天天，見過啊，就可能兩三出家了。阿丹叔，你對人哋安好，你是差唔多用嘅吧？我按你講啦，廉房嘅啊，萬事協調難，萬嘅都冇按改喲。結果啊，兩公婆，我好好地想啲喎。啲，好啦，幾冇挨來了。好。順行啊，我出，順行。阿短叔，做啲麻煩你看一下方法。老實講，我兩沙你下懂嗬，很見唔識食。係我把幾片唔免順晒去看一下，拜託嘅。唔會啦，方法嗬，不管是我去看佢啦。廿把嗬，我前日的時間過去年啦，喺有乜嘅嗬，我喊你進來噶嚇，我同人講啦，嗬。好，上來跳哦。阿萬，你阿晚散好就請嘅兩沙天天，愛靠人自家哦。安尼唔會驚喎。不用猜，驚唔驚？弟妹啊，你差不多要去哦。而家路過馬姑，
很爽来拿咧，还爱抢下疼抢下死啊！真的？啊，不管很多啦。有出事情了？嘿，讲法你就专心啊！哎，你用啥在做嘛个？你用啥做爱用的人？你用要做就欺负小妹啊？唔系你，奈来？要无娘事啊？闪开啦！俺受同事的出来，手臂张来闪风的。也有点吃啊，哎，你先行。那不记得哈。天上一支，一支在飞，只撇脚下嘅土地，无想头摆，无讲故意，假讲摕到单枪我都无做事，天上一支。在飞，飘扬过海千万里，无惊风雨，无插时雨，假插摕到机会颠倒无奈情。天上一支，一支在飞，此别桥下嘅。